劈價2000，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減到7字頭，係入手嘅時候。Samsung Galaxy S25 系列喺年初推出，已經過咗幾個月，開賣嘅時候有早鳥優惠，之後減幅唔算多，8、9千蚊都係有啲貴。不過近日有網絡商做母親節活動，減到7字頭，網友會唔會覺得吸引度大增呢？想知道詳情就繼續睇落去啦。CSL 同中國移動香港都有減價，喺 CSL 網站，一般街客淨機購買256GB版本原價9898，降到9378。如果係 CSL 客戶嘅話，就減到7778，減幅足足達到2120蚊。至於512GB版本，售價就係8378，1TB 版售價11478港元，但係呢個版本已經售罄。網店仲有其他嘅優惠，可以5折加購指定嘅 S25 系列配件。至於中國移動香港網站，淨機購買冇特價，不過中國移動客戶購買就同樣有減價，分別係256GB 售價7798，512GB 8398，而 1TB 就係11498，目前有貨。除此之外，買機就送 Samsung S25 Ultra 螢幕保護貼同埋保護套裝。規格方面 ，S25 Ultra 沿用鈦金屬作為機框物料，而且螢幕玻璃採用新一代康寧 Gorilla Armor 2，更耐刮同埋可以減低反射。螢幕邊框縮減咗15%，體積同上代接近，但係內置咗更大嘅6.9寸 Dynamic AMOLED EX 平面螢幕，而解像度就提升去到3120×1440。S25 Ultra 採用高通為三星設計嘅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8核心處理器。據悉，呢款處理器嘅 CPU 效能比上一代提升咗37%，GPU 提升咗30%，NPU 亦都比上一代提升咗40%。另外，手機亦都搭載咗5000mAh嘅大電，支援45W快充。相機方面部分，最大嘅升級就係 S25 Ultra 嘅超廣角鏡，由12MP 升級為50MP。其他部分嘅升級幅度唔大，標準鏡頭同樣係2億像素 OSI 鏡頭。另外搭配10MP 支援 OSI 嘅3X 長焦鏡頭，同埋50MP OSI 5X 長焦鏡頭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